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不晓得你有没有早上刚下床踩地步很痛，或者说逛街很久以后，双脚脚跟越来越痛，每踩一步都是煎熬。当心哦，这很有可能就是足底筋膜炎哦。当然，究竟什么是足底筋膜炎，还有哪些的临床表现，怎么样去预防治疗，我们今天都要好好来请教医师。那节目现场为您所邀请到的是成大医院复健部林维平医师，那么有请林医师先跟观众问好。主持人好，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复健部林维平医师。好，欢迎林医师哦。医师，我们今天谈这个足底筋膜炎，当然先认识一下什么是足底筋膜，它有什么样的功能？那基本上我们的足底筋膜，它其实筋膜这个东西，它有点像我们身体里面的韧带或是肌腱的这个功能。那它是在我们的脚底，假设我这个是脚底好了，我们这边是脚跟，上面是脚趾头。那它足底筋膜就是从我们的脚跟这边有一整片，它其实有点像一片很大片的肌腱或是韧带。连接到我们的脚趾头的这个部分，那它做什么用？它大概2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吸震，就是我们脚，因为脚每次踩地板、走路、跑步，它都会有一个就是震波这样传上来。那足底筋膜因为它稍微有一点点弹性，它可以帮我们的脚底做有一点点吸震的这个效果。那这是它第一个功能。那第二个功能其实比较重要，它是我们足弓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持的结构。那我们知道足弓大家很常听扁平足啊等等，这个都跟足弓有关系。那足底筋膜基本上是我们足弓最重要的支持结构，尤其是内侧的足弓，这个它是支持让我们的足弓不要塌陷。那如果足弓塌陷会有什么问题？可能就会有扁平足。或是等等其他的状况，所以足底筋膜主要是这个支持跟吸震的这2个功能。是难怪有人说这个就是足底筋膜就是人体这天然的一个避震器哈。那一旦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这个足底筋膜它支持刚刚提到足弓跟吸震的功能会失效，造成这个发炎疼痛。那我们足底筋膜基本上，足底筋膜炎啊，它本身上其实是一个过度使用的伤害，其实有一点点像是退化这个东西。那过度使用的伤害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人体的结构，使用太久，譬如说20年、30年之后，它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受损。那受损之后，当然人体会想办法修复，可是有时候修复没有办法修复的这么好，那就可能产生退化、产生发炎等等的，那就会造成足底筋膜炎。那足底筋膜炎基本上是在我们这个刚刚讲到的足底筋膜，它在我们的脚跟连接的这个附近开始产生退化的这个变化，那有的时候会有急性发炎，有的时候是一些胶原蛋白的本身的本体质变差，那品质变比较不好，然后有点发炎，有一点退化，那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血管增生的状况，那造成病人会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状况，这个就是足底筋膜炎基本上的表现。那发作的时候一般是单脚还是说2脚会同时？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单脚，那有大约1/3的病人会是双脚。那如果病人一次是2脚一起来表现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疾病，譬如说一些发炎性的疾病，或是一些全身性的免疫的疾病。那大部分大概6-7成以上还是都是单脚为表现为主。那会不会说本来是1脚痛，那因为他那一脚就不太用，不去使用，那后来就变成2脚同时去发作，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前面讲到足底筋膜炎，它其实是一个过度使用的疾病，有点像退化性的疾病。那我们譬如说1脚痛，那这一脚在走路的时候，它可能就比较不敢去踩，那就变成都靠另外1脚一直踩，那久了就变成另外这只脚也有一点过劳，然后过度使用的伤害就会跑出来。所以刚刚提到的是那个疼痛的区域，它是局限在这个跟骨的连接处，还是会持续扩大？典型的病人一开始他会在足跟最后面这个地方偏内侧的地方那有些病人比较厉害，可能发炎比较严重等等，他有可能会从足跟往前面或是往内侧稍微延伸个大概3-4公分，有可能整个足跟附近一小片的区域都会不太舒服。当然有提过这个足底筋膜炎，它不是真的发炎，像刚刚医生提到，就是它是个退化性的疾病哈。那到底它致病原因是怎么样？怎么样会得到这个足底筋膜炎？它其实是过度使用的伤害。那足底筋膜炎其实主要也是胶原蛋白跟我们的韧带、肌腱有一点像。
那我们反复的去拉扯它，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足底筋膜其实会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慢慢拉扯，有的时候它胶原蛋白就会变形，它就会有点坏，有一点像故障。那有的时候包括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细胞啊增生，有点像我们受伤结痂这个样子。我就可以想象足底筋膜它本来是一个像韧带的东西，那里面开始受伤，可能有一点点干皮，有一点点结痂这样，或是有点小小的破损，很小，那个不是说我们肉眼看得到，是可能显微镜下看到，它会有一些很小很小的破损。那破损之后再去修补过程中可能出一些问题，那它就会造成足底筋膜整个的结构开始慢慢的变比较差，那之后就会有足底筋膜炎的表现。所以它是所谓的变厚吗？也就是增厚吗？增厚会有一些病人，他急性可能发炎或是水肿，他整个足底筋膜会比较厚。那这个事实上其实是我们诊断足底筋膜用影像学诊断里面的其中一个可以辅助诊断的标准，就是我们会看它足底筋膜会比较厚。那增厚是其中一个表现。OK， 那这个发生几率好像蛮高哦，是不是？就是因为退化性疾病它不容易治愈，然后会反复发作，是吗？这个的话，其实大部分统计，国外统计大概说10个人里面可能会有4到7个人左右，其实不少。那它会不会完全好？大概不太容易完全好，因为它有点像是退化性的反复使用、过度使用的这个疾病。那不过好好的治疗，大部分症状会改善。那只是有的时候过了一阵子，它可能又会再发作，它大概没有办法说完全的去治愈它。了解哈，那到底这个足底筋膜炎就是什么样的症状哈？我们可以先自我来判断。那我们足底筋膜炎的话，最典型的症状，病人通常来门诊早期，他通常会说，我睡觉的时候都没有事情，那早上起来，准备要走路，脚一踏下去，第一步通常就会很痛。那通常前几分钟会比较厉害。那有的时候病人会觉得，走久了之后，有点像暖身一阵子之后，疼痛会慢慢比较缓解一点。这个是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早上一开始下来走会比较痛。那走久了比较好，那可是你整天走，一直走，有的时候走到下午，走到晚上，整天体重一直给它压，一直拉扯，它有时候症状又开始不舒服。那如果譬如说病人早上起来走，走一走好一点，那休息一下，譬如说做一点事情，吃个饭等等，休息个半个小时，起来又会痛。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通常是因为我们足底筋膜为什么足底筋膜炎通常就是休息之后起来活动，刚开始活动会比较厉害。那这是因为说我们休息的时候，足底筋膜炎刚刚讲它像是肌腱或是韧带。那我们肌腱韧带我们休息的时候，它会慢慢的比较缩短，就像我们在休息或者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它缩短之后，你又把它要下来踩下去，足底筋膜又拉长，所以它缩短一点点之后，你踩下去它又拉长，所以它又开始疼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足底筋膜炎通常就是休息或是睡觉之后，早上下来走路，走一走，刚开始就很痛，走一走暖身一点，因为足底筋膜炎慢慢把它有点像做伸展运动，拉开了之后它就比较舒服。那可是你休息的时候，它慢慢又缩短之后，你再给它下去踩，它又会开始痛。主要的表现是这样子。那它疼痛通常是在脚跟的内侧，通常是在最后面脚跟骨的地方的偏内侧的地方，这个地方疼痛。那有的时候刚刚讲到会稍微往前面跑个几公分，大概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提到说运动之后不是运动期间这症状会加剧这样？通常就是运动期间会比较好一点点，就是像刚刚讲，我们给它一点暖身，然后因为脚底踩，它慢慢伸展，它比较伸展开来，它就不会那么的紧缩。这有点像我们东西关节活动度不太好，我们硬给它拉，刚开始它一定不舒服，因为它很紧，硬去给它拉它不舒服。可是拉松了，久了松了，它就比较好。有点像这样，所以它通常运动一阵子之后，它会比较改善一些。所以那个比较严重的是连站着都很痛嘛？对，很严重的病人的话，只要坐着通常比较好啊，因为站着我们有体重去压它，一直去拉扯它，它会比较厉害。那极少数的病人在晚上睡觉也会痛。那不过如果晚上睡觉也会痛，就算是比较不典型的症状，有的时候要考虑其他的疾病。所以刚刚讲的大概都是比较标准典型的一个那个症状哈。那他刚刚所谓讲那个痛大概是什么痛？是剧痛吗？还是撕裂痛？听说有这种说法。痛当然每个病人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比较能忍痛，我就觉得他就是觉得这里怪怪不舒服，通常是顿的痛啦，就是顿痛，不会像说，譬如说我们疼痛很多种，有人像被电到，有人像被火烧，有人像被刀子割扎到等等的，它通常是顿痛，有点像我们譬如说脚扭到的那一种疼痛，那通常就是在后面这个地方。了解。那我了解，有些人喜欢运动慢跑，然后后来听说就是因为这个脚跟疼痛，连走路都成问题哦，那不得不忍痛，然后放弃这个马拉松，他最爱哦。那进一步检查，他发现就是这个足底筋膜炎，所以这医生接下来就谈谈，就容易造成足底筋膜炎的这个危险因子。那危险因子这个部分其实蛮多的，这个大部分都是做很多的研究去做出来。那比较常见的
其实有一些危险因子是有一点点争议啊，就是有些研究说有，有些研究说没有。那比较常讲到的大概像是 O 型腿就膝盖内翻，就是像小朋友这种 O 型腿。是。那有的人认为高弓足或是扁平足都有可能。那这个有一点争议，就是高弓足跟扁平足其实都有争议，到底哪一个比较像危险因子不太一定，那不过两个都有机会。那另外就是像说我们现在很流行运动，对啊，跑步啊、健身啊等等的。那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族群是像运动员，或是说喜爱运动的民众，他如果譬如说他平常跑步，每天都是跑，譬如说30分钟，那他如果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他的运动的量，尤其是跑步啊等等的话，有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发作。如果平常运动量差不多，突然拉太多的话，也会。那另外有一些像是说体重太重。体重太重其实也有一点争议。我们一般想很直观，体重很重，你一直压它，它压到它拉到受不了就有可能。不过研究起来是有一点争议，比较常见，有可能体重过重会造成足底筋膜炎的人是运动量比较少的。运动量比如说整天坐办公桌的人，那如果体重比较肥胖等等也有可能。那如果有在运动的民众，有的研究是发现说穿钉鞋也有可能会跟足底筋膜炎有一点点关系。那大概是这些。钉鞋就比较难去想象，对不对？对，钉鞋有可能是因为鞋子设计比较硬啊，或是说另外一个可能是说穿钉鞋的人本来运动量就都比较大，那运动量太大也有可能会造成，因为刚刚有讲到训练跑步的量增加，急剧增加太多也有可能。那有可能穿钉鞋这一部分的族群本来就是很喜欢运动，或是运动量就比较多，所以有可能不一定是钉鞋本身造成，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运动习惯造成的。就原本他可能是跑这个健康休闲组，然后后来就是晋升到这个半马或者全马，就突然之间的一个增加，所以可能造成。那为什么这个中年的女性也会？中年女性可能这个目前研究没有非常确定，比较常见是有的人认为是荷尔蒙啊、体重，或者说有的人认为女性本人脚的形状等等的跟男生可能稍微不太一样。那直接的关系目前可能不是非常的确定。那鞋子的部分会不会是个影响因素？鞋子的部分的话，有些认为是说，我们刚刚有讲到扁平足或是高弓足都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的危险因子。那如果我们鞋子有一些是对足底足弓会有一些支撑的，有些是没有。那有些是鞋子比较软的，有些是鞋子比较硬的。那如果说鞋子譬如说太软，整个鞋子都很软，像海绵那种软度的话，有可能他脚踩下去，他对足弓的支撑比较差。它有可能会一样会造成足底筋膜拉扯，那有可能会影响。那另外就是鞋子的鞋底鞋底如果太硬也有可能太硬就是变成说它每次踩下去的时候，它的反震荡那个脚步受到的震荡会比较大。那不过这个都是就生物力学上面来讲的推论，那有没有一定的话，没有到非常的确定说，研究做出来哪一种鞋子就是真的比较会。除了刚刚讲说，穿钉鞋的人好像比较容易得足底筋膜炎这样子。可是，一般像有些患者他会不会直接穿夹脚拖去？他说他常常因为这样关系，所以足底筋膜炎发作了。这个是有可能，只能说有可能，因为夹脚拖大部分是平的，对，大部分是平的。那我们平的当然对足弓就比较没有支撑。那如果是运动鞋或是跑鞋，一般它在内侧的地方会比较凸，它对足弓会稍微有一点点支撑的效果，可能机会就少一点。因为拖鞋大部分都是平的，它本身没有什么支撑效果，这个只能说有可能没有说你穿拖鞋所以你就会足底筋膜炎，其实也没有这样子。了解。好，那有些人他脚痛是痛在这个3更半夜不像是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发作，所以脚跟痛都是足底筋膜炎吗？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在3更半夜发作的话，就要稍微小心因为我们一般讲，我们足底筋膜炎的发作通常是在走路，刚开始在走路，或是刚开始休息太久，刚开始活动的时候会产生这个症状。那如果是半夜发作，那或者说两边一起发作，或者是它疼痛的地方比较奇怪，它疼痛在脚跟的外侧或是后面的话，这个就比较不像。那我们其实脚跟痛，当然最常见的原因是足底筋膜炎，对。那可是还是有一些其他要考虑的疾病。那比较常见像是足底脂肪垫的挫伤。足底脂肪垫是什么东西？我们摸自己的脚跟这里有一块软软的，压起来软软的，它下面其实是脂肪。
它其实是脂肪。那脂肪其实也可以作为有一点吸震的效果。那有些人可能不小心撞到这个脂肪垫里面挫伤、钝伤，里面再发炎，也有可能会脚跟痛。那它痛通常会比较一大片。我们刚刚讲足底筋膜炎通常是在内侧痛。那如果是脂肪垫挫伤，它可能整片，或是说比较偏外侧的地方疼痛。那这个就是足底脂肪垫的挫伤是比较常见另外一个脚跟痛的可能原因。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然后包括脚跟骨的，譬如说骨折，也有可能它受伤，或者是说长期运动久，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压力性骨折，这个也有可能。那其他的说附近有一些，我们脚附近有一些小神经，那这些小神经如果譬如说被其他的结构挤压到，或者说它有受伤，它其实也会有这些表现。那真的很少见的话，其实有一些脚跟骨头里面，譬如说长了肿瘤、长了骨肉瘤，当然这个比较少见。那不过这都是有可能。那还有一个要考虑就是刚刚说，他如果是半夜开始痛，或者说他一开始来就两边都痛，我们说大概2/3的病人一开始都是一只脚，他如果一来就是两脚的话，这个是要考虑一些全身性系统的疾病，大概就是一些免疫风湿科的疾病，譬如说像发炎性的疾病啊，类风湿性关节，或者是说这样的性脊椎炎，有的也会影响到这些筋膜轴骨点的这个部分，这个都要去考虑。所以并不是说脚跟痛啊就一定是足底筋膜炎，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少见的疾病要去考虑。那通常就是表现比较不典型，会去考虑到这些比较其他的疾病这样子。是，所以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小腿肌痛点转移之类的那个是吗？这个就比较不容易诊断，因为肌痛点有纤维肌痛症，这个是一个比较有一点点争议性的疾病。那有的人譬如说小腿的肌肉，小腿后面的肌肉疼痛，那有的时候因为足底的神经支配跟小腿后面的神经支配比较像，那有的时候其实是小腿在疼痛，那传到大脑，大脑有的时候会搞不太清楚说，是哪里在痛，所以他可能就觉得整片都会痛。那当然有比较少见的，譬如说神经压迫、椎间盘突出造成神经根的压迫，其实也有可能。那当然那个痛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病人来可能就跟你说我就是脚底痛，或是附近这边疼痛这样子。好，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评估这个是不是足底筋膜炎？还有哪些可以帮助确诊检查的工具？我们通常讲到典型的病患，譬如说就是单侧啊，早上睡起来比较痛啊，走一走好一点，走太久又开始痛，这一种的典型的病患，通常就是理学检查，然后病史询问，我们大概问他疼痛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什么时候比较痛借由医师的问诊，那还有理学检查。理学检查通常我们会看一下，就是它附近到底是疼痛在哪边，那我们会压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脚跟、足跟、跟骨的内侧附近在疼痛。那当然我们理学检查这些以后，我们会再看一些其他的状况，譬如说他脚是不是有变形。因为刚刚有讲到说，高弓足、扁平足有可能是危险因子。那为什么要去查这些？是因为我们如果矫正这些危险因子，有可能会减低他足底筋膜炎发作的这些机会。所以我们还会去看看他是不是有脚型的问题，那脚是不是下肢柔软度或是肌力有影响？下肢，譬如说脚踝啊、脚跟后面附近柔软度比较差，也有可能会造成足底筋膜炎的机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理学检查会做的地方。那典型的病患其实理学检查跟病史询问其实就够了。那如果病患比较不典型，像刚刚讲的，他是半夜发作，或者说他一次来就两脚痛，或者说他痛的位置比较奇怪，大概会考虑做其他检查。那检查大概分2大类，第一种是抽血。那第二种就是影像学的检查。那抽血比较少做，抽血会去查的话，通常就是看说，是不是我们考虑发炎性的疾病。刚刚讲免疫风湿科这些疾病，也有可能会表现像足底筋膜炎。那可能会考虑抽一些发炎指数，或是自体免疫的抗体等等这些。那比较常临床做的是影像学的检查。那影像学检查大概以足底筋膜炎这个部分大概分3大种。第一个就是 X 光大概大家都有照过。那第二个是超音波，那第3个就是核磁共振。那我们先讲 X 光好了。那 X 光当然大家很多人照过，知道 X 光排检很快，通常排了大概马上就可以照完可以直接看，因为它影像处理比较简单。那可是 X 光本身并没有办法说诊断足底筋膜炎，不能说我照 X 光，那你就是足底筋膜炎，没有。那我们 X 光是为什么要照？主要就是看说有没有其他骨性结构的问题。我刚刚讲到，有的人是跟骨的骨折，有的人是其他的问题。那这个部分骨头的结构我们可以靠 X 光去做协助诊断。那可是 X 光对软组织，我们知道足底筋膜它是有点像肌腱韧带的东西。X 光本身并没有办法，不太容易对这些软组织去做评估。那主要是排除骨头的问题。那有的人会看到 X 光，会看到说有的病人会来门诊说他在外面有照过 X 光，说我这边有一个骨刺，那骨刺本身跟足底筋膜炎到底有没有关系？其实很多没有。
很多人其实是没有，那骨刺是不小心看到的。我们影像学检查常常会发现一些意外发现的东西，可是跟病人症状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其实足跟骨的骨刺就是其中一个。那因为它这个骨刺其实很多并不是粘在足底筋膜上，其实不是，它很多是粘在脚里面的肌肉的上面，所以骨刺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我们 X 光大概主要还是排除一些譬如说骨折或者说骨瘤等等的。那它的好处是这样，坏处在哪里？坏处是第一个，它软组织看不清楚；第二个是它有一点点辐射线啊，当然跟后面其他电脑断层等等比起来不高，可它还是有辐射线。那 X 光的部分，下一个就是超音波。那超音波其实现在做很多了。那超音波好处是它可以直接看，我们直接看得到足底筋膜的部分。那就是刚刚主持人有讲到，是不是足底筋膜会变厚？那或者是它有没有一些发炎等等的状况，我们超音波可以直接做诊断。那超音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没有辐射线，它是完全没有辐射线，就像我们孕妇在做产检一样，它是没有辐射线的。那有的时候它可以协助一些治疗，譬如说做打针等等。那不过超音波有一个比较大的坏处，就是超音波跟操作者的技术比较有关系。操作者技术很好的，跟技术新手做起来的话，结果会不一样，品质就会有一点点差，大概是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超音波没有办法穿过骨头，超音波就像我们讲话一样，它会被骨头挡住，所以骨头里面的东西，譬如它骨头里面长一个肿瘤，我们超音波因为被骨头挡住就看不到。对。那最后会讲到核磁共振是比较少做，很少因为足底筋膜炎这个问题去做核磁共振，除非我们怀疑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怀疑它肿瘤，你怀疑它其他发炎性的疾病，这个可以去做。当然核磁共振解析度非常好。那它对骨头、对软组织等等都有不错的评估的效果，那所以它非常好。那最坏是什么？第一个，它排检非常慢。现在如果在大医院排，可能都要排2-3个月才排得到。那再来就是，如果你里面以前有骨折等等，里面身体有金属的话，核磁共振会受到金属的影响，它的成像会变得非常的不清楚，所以比较少做到核磁共振。那主要是这3种检查。好，那一旦我们确认就是这个足底筋膜炎，通常我们要怎么去治疗？也就是说，我们会分阶段了。那我们先来谈谈初期的治疗选项大概有哪些？那我们足底筋膜炎治疗通常会分早期、中期跟慢期跟晚期。那大部分的病人其实用初期的治疗就可以了。那初期治疗通常是什么？通常如果是运动比较多的病患，我们通常会建议稍微休息，可是不是完全休息，就躺在床上不动，并不是。那通常会建议说，就是他会疼痛的运动，比如说他跑步。每次跑就会开始痛，那可能这个跑步可能就要稍微暂缓一下。那通常要休多久？一般是说疼痛都已经完全缓解之后，大概1个月可以考虑回去跑。那可能就是跑的量要少一点，譬如说本来都跑30分钟，我们先减成20分钟看看，如果20分钟 OK，慢慢再加，慢慢再加。加太快它也有可能会再发作。那第一个是先稍微休息，相对性的休息，并不是说完全都不动。那另外的话，病人在家稍微可以自己做一些按摩啦。那有些人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病人用一颗高尔夫球放在地上，然后让他足底踩在上面，稍微踩一点点力，然后稍微做回旋。那这个是做什么？这个是说我们因为高尔夫球是硬的，我们可以把足底筋膜稍微做有一点点放松的这个部分，这个可以考虑就是自我的按摩。那有的时候可以建议病人做一些伸展因为刚刚讲到足底筋膜炎其实是足底筋膜太紧了，然后被拉长之后不舒服。那我们慢慢给它拉，慢慢给它拉，让它不要一直紧缩这么厉害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就做一些伸展的运动。那有一些坊间会有一些其他的辅具等等的，有点像鞋垫，这个可以考虑，不过证据不是非常的强。那有的时候就是做一些鞋垫。那在初期，我们通常会建议说，就直接去买就是厂商做好的鞋垫。那我们鞋垫这个部分，它基本上有分预制，就是预先制作好的，跟定制的。定制就像我们去做西装一样，那预制就是厂商几个 size 做好了去用。那我们一般初期我们会建议说，可以考虑用预制的就可以，因为预制比较便宜。定制的当然就是比较花钱一点。那预制的就是可能给一些足弓支撑，给一些脚后跟的一些有点像苦胸，有一点点给它吸震等等，让它足底筋膜不要一直受到这么大的冲击，这些可以考虑。那鞋子的部分也可以看一下。那通常就是说鞋底我们脚在踩的那个鞋的内里这个地方稍微软一点点，可能会比较好，就是不会说每次脚踩下去它都受到很大，足底筋膜都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个可以考虑一下。那气垫是不是更好吗？气垫也可以，因为气垫通常放在脚跟后面，它就是踩下去它会有一点点缓冲，然后在我们整个脚再踏平。气垫这个部分也可以做考虑。那初期治疗大概是这些。那如果病人疼痛比较缓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他稍微做一点点肌力强化。肌力强化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做重训。那这个时候是做什么部分的重训？主要是做小腿后面的肌肉，就是让我们垫脚尖的这些肌肉。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让病人，譬如说站着，双脚垫脚尖，
垫个几秒、5秒、10秒，慢慢放下来，那反复做个10到15次。那因为有人发现说小腿后面的肌肉力气不太够的话，也有可能会有足底筋膜炎这个部分。那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初期治疗的方法。那大部分其实病人其实初期这些下去大概就可以啊。有一个漏掉，就是我们可以，因为很多病人是早上起来走路开始痛，那这个时候会考虑可以建议病人说稍微泡一点热水。那热水是做什么？一样是让组织稍微放松，可以考虑。当然就是要小心烫伤。那热水这个部分也可以做考虑使用。刚刚提到这个热水，就是算是热敷，对不对？对，它算是早期应该是冰敷吗？因为足底筋膜炎，其实我们虽然叫足底筋膜炎，那可是现在其实有一些人发现说，它大部分是退化，那有的人其实并不是说发炎的非常的厉害这个是有去做解剖啊等等去看的，它其实并不是说就是这一个发炎，有的人认为它应该要叫做足底筋膜病变，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并不是说它就是发炎等等。那冰敷大概比较不会说特别建议，除非它是急性发炎可以考虑，譬如说摸下去它就很烫。可能前几天可以考虑冰敷，那只是因为有的时候冰敷，有的人冰敷之后组织会比较僵硬一点点。那我们足底筋膜你让它更僵硬，再下去踩，它伸张它有痛，所以一般是会用热敷，除非它摸下去非常的热，就是足跟附近就已经很烫，这个大概就不会用热敷，不然一般都可以用热敷。好，那如果我们早期大概治疗多久，觉得没有什么效果，马上进入中期的阶段？这个部分其实会看病人，有的病人就是说他比较不想要等这么久，这个我就是要赶快好。那通常一般病人我们会试个大概1个月左右啦，大概就是刚刚讲的鞋垫啊，然后伸展啊、冰敷啊等等的试试看。那如果一定要大概1个月左右，如果病人还不行，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到进阶到下一个阶段的治疗。那下一个阶段的治疗就会包含一些比较侵入性的治疗，包括譬如说打针。那打针的话，以前会打类固醇。比较以前会直接打类固醇，在足底筋膜直接打类固醇，那这个是想说取它降发炎的效果。那可是后来发现说类固醇打久了，病人可能几年之后足底筋膜可能会破裂。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类固醇其实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些消化，那组织的分解。那急性期的话，类固醇效果其实很好，它大概可以撑4到6个礼拜，就打了之后1个多月，大概就比较不会痛。可是后来发现说，过几年之后，这些打类固醇的病人有可能他足底筋膜会断掉，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现在比较少打类固醇啊，那有的时候会用一些。譬如说增生疗法等等的，那这个是通常大概中后期才会考虑，比较少一来就叫病人打针。那中期的话，大概就可以考虑用一些其他。刚刚有讲到，我们鞋垫有分预先制造好的，就是商店直接买得到，跟特制的、定制的。那中期的话，就可以考虑做定制。定制有什么不一样？定制是因为它会根据病人的脚型去做取模。那大概取模有的会用石膏，有的会用雷射扫描。那所以这个定制的话，定制的鞋垫做出来会比较符合病人的脚型，那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过这其实研究也没有非常多，就是没有说一定的就是定制的就会比较好，所以才会说定制的我们会放在比较晚期，往后面一点点做使用，因为它比较贵，那稍微花时间，因为它要取模，它要做成型等等，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大概所有的保守治疗都已经。完备了之后，如果真的还不行，我们就进入最后长期的治疗。我们谈一个最关键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大概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些刚刚讲到鞋垫啊、强化啊、伸展啊、热敷、按摩都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到最后面就是打针。打针大概就目前比较不会打以前讲类固醇，目前可能会用一些可能大家有听过，就是 PRP， 就是血小板浓厚型的血浆。那这个是主要是希望能够增加它的再生跟修补。那有些人会打葡萄糖，稍微打一点葡萄糖到这边。那这个主要其实也是刺激它的再生。那真的如果譬如说症状持续很久，譬如说它半年左右都还是很不舒服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些夜间支架。夜间支架其实就是长期的伸展，它这个支架有点像 L 型，放在我们的脚后面，一个夹板。对，整天一直让它就是睡觉的时候一直带着，可是这个相当不舒服，所以通常不会在早期就直接建议他使用。那真的不行，如果这些穷尽这些方法都不行，还可以考虑打震波啊。其实也是震波有点像我们在肾脏结石、碎石的这个震波，这个其实也是促进它增生的这个就是修补啊等等的效果。那最后一步还有一招就是开刀手术。对，不过开刀相当少啊，开刀大概就是把足底筋膜做一些放松。那有的人会顺便把附近的神经做一些解除，就是让它这边神经功能比较差，那就不会感觉到疼痛。不过这个非常少用，通常是非常长期才会考虑开刀这个部分。大部分其实透过这个保守治疗其实就可以哈，应该是不用进到最后手术，听起来也是蛮
蛮严重的哈。那当然，我每天都要走路，那每天脚都会消耗，会吸收很多的冲击哦，所以一定要维持一个良好的运动跟生活习惯。刚刚提到医生多伸展哈，然后我们找对的鞋子，另外减重也很重要哈。那当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症状，要及时来找专科医师的诊断跟治疗。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的分享，也祝观众朋友能够平安健康，再会。